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咧就唔講中東打成點啦嚇，而係想帶你睇清楚戰火背後嘅兩組數字。第一組，布蘭特原油價格過去嘅2個星期都企硬咗喺$100每桶以上，對比翻衝突前咧，差唔多升咗50%咁多嘅。而第二組美元指數由原本大約96升到而家99，企硬。咁呢3個點咧嚇，放喺美元指數身上咧，已經唔係普通波動，而係海嘯級別。呢兩組好似心電圖咁嘅數據背後，唔止係一種市場情緒，而係成套美元秩序開始加速運作。講人話即係話佢喺度做緊嘢。今日我就同你一齊拆清楚呢個表象，睇清楚衝突背後真正喐緊嘅經濟邏輯。因為只有睇清楚呢場局，你先有機會守得住自己嘅資產。咁呢條霍爾木茲海峽咧，就好似全球經濟嘅氣管咁啊嚇。佢承載住2成左右嘅石油運輸量，而家爆發衝突，呢條氣管咧好似俾人鏈住咁，咁啊搞到冚世界咧都有啲窒息。加油站加價都係小事啊，關鍵係成本暴升、供應鏈斷供、貿易停擺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偏偏要喺呢個時候、呢個位置爆發衝突呢？其實無論委內瑞拉定伊朗，佢哋賣石油嗰時咧就繞過咗美元結算，呢啲非美元結算嘅交易，直接威脅到石油美元體系，動搖美元秩序嘅根基。喂，江湖規矩最怕就有人帶頭起哄，有咗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，個個都跟風。大佬個美元秩序仲使玩嘅？所以大佬呢個時候就出手校翻正個鐘佢啦。呢個係其一。其二，喺年底咧，特朗普政府要打場硬仗，中期選舉，要贏呢場選舉就要安撫好兩方面嘅利益，民意啦。金主啦，民意就簡單啦，降息降通脹咯。但係咁降息就通常會令到美元貶值，導致咧外圍資金抽走，咁啊會令呢場美股狂歡 party 失去咗支撐，影響到金主嘅利益啦。咁究竟點先可以突破教科書嘅邏輯？又要降息，同時咧仲可以吸收翻資金嘅？呢個時候就需要一個極端避險嘅環境。咁嘅環境有咩用啊？正如大家而家見到嘅咁樣，成本暴升、供應鏈斷供、貿易停擺。表面睇呢啲叫亂局，亂過亂世佳人。但係如果從經濟學嘅角度睇咧，佢嘅可怕在於不確定性預期。當呢種預期越嚟越高，資產價格就會縮水，市場就會產生風險厭惡嘅情緒。到咗呢個時候，資金最先追求嘅唔係話賺幾多，而係保命啊！喂，啲有錢佬咪成日掛喺嘴邊嘅，我可以唔賺錢嘅，仲可以賺少啲，但係我要保住隻雞，以後先可以繼續生蛋嘅。呢句話就講明咗損失厭惡同埋保命嘅道理啦。喺咁嘅避險情緒底下，就算美元資產利息降啲，回報低啲，都已經唔重要啦。最重要係佢夠安全，關鍵時候可以保住隻雞。所以講到底，同時要鞏固美元秩序，仲要兼顧國內兩方面嘅利益，就需要由一場衝突帶出一個極端嘅避險環境，等資金流入美元資產度。所以今次衝突背後嘅目的就好似江湖大佬講數咁啊！大佬唔係真係想捏到你斷氣嘅，而係要製造一種窒息感，令外圍嘅風險日價飆升，觸發大家呢種損失厭惡嘅本能。到時唔使大佬攞支槍指住啊，啲資金都會自動自覺流向美元資產呢個碼頭去保命。好啦。今日咧同大家一齊揭開咗呢張底牌，唔係為咗睇熱鬧，而係為咗睇清楚規則。因為喺亂局入面，只有睇得清，先至可以守得住，唔使最後做墊底嗰個。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，我哋聽日見。